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1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家先赶紧来关心台南永康昨因几间连锁会铁厝发生火灾，一个在炭烧7个店面，其中一间乌多摆店，这头家是为着要救中风开刀的看守，也受困伫个火场内底，两个人落尾拢不幸过身，敢若外一看护有走出来。 铁厝大火直烧，烧甲未收煞，一直听到哔哔哔哔的声。台南市永康区利旺路一间铁厝，11暗6点外熊熊大火，因为现场是规排铁厝搭的店面，火势真紧就摊开，一路烧7间店面，其中一间大火乌多摆店，外一看护听到头家咧喊，赶紧走出来。也毋过头家为了抢救破病的看守，越头搁再冲入去，煞一直拢无动静，互伊真烦恼。我不知道我在洗头啊，然后他就叫我，说啊，烧掉了，我就跑去外面啊，然后他就跑出来，他就跑进去了。其实乌多摆店的头家本来已经走出来，为着要救中风的看守，又搁走回去。消防队有想要弄破门入去救人，不过这火实在烧了上尾。他的意思就是叫我拉他的老婆，但是没有伦理，没有什么东西。老婆中风啊，他就有开刀那个支气管啊。 台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25台车，54个人去拍火。去到现场的时，这火势已经3面咧炭烧，经过1点钟，才总算受到控制。只是清理火场的时，发现乌多摆店头家翁仔某已经死亡。到达的时候，这边已经3面延烧到第4面哈，就是全面就是火势都已经起来了，都已经全面燃烧了。一位是倒在门前，一位是在屋后，然后2名不幸罹难哈。 这摆铁厝今年2月才有食毒塞车的人弄入去无人的店面，影响路口咧等青阳灯的轿车。无想到这回又搁发生火灾，造成2个人死亡的悲剧。详细导火的原因到底是啥？要搁爱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咱个来看到立法院昨是针对李金秀的立委身份认定来调集党团协商。内政部长刘世峰是表示讲，伊无收到李金秀提出放弃其他国籍的证明。因为民众党团的总调陈清良就强调，李金秀注销中国户籍的这个文件是经过海基会认定的。落尾调也是拢无达成共识，所以院长韩国瑜就表示讲，伫咧司法判决进程会尊重李金秀的立委身份甲职权。 民进党立委李正秀是陷入国籍和户籍的争议。立法院长韩国瑜昨日针对李正秀立委身份的认定，召开党团协商。内政部长刘世峰强调讲，照国际法的规定，目前无收到李正秀提出放弃其他国籍的证明。立委会主委屈水正表示，李正秀登记参选的时阵，身份转换的程序还未完成，政府照法律认定伊无符合相关参选资格。中国大陆人民不具中华民国国籍，非属中华民国国民。 自不享有或负担中华民国国民的权利义务。如果参选人登记时，如果具有中国大陆人民身份，他台湾人民的身份就会有争议。不过，在也是大力挺李正秀，那也认为讲，李正秀已经经过中选会审核通过，而且完成宣誓，参政权应该受到保障。并也是强调李正秀注销中国的户籍，文件经过海基会认定，符合转换身份的定数。麻烦问到问中国配偶成功放弃中国籍的。他什么时候取得了身份证，就什么时候具有所谓的公民权，就具有参政权。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时候，从来没有问题，也没有这个争议。来到现在赖清德总统执政的时候，陆配的参政权变成了一个争议。看到调解协商已经1点钟嘛是无共识，韩国瑜做出裁示。相关事实查明之前，以及司法最终判决之前，有鉴于李珍秀委员既完成就职宣誓，其立法委员身份及职权行使应该予以尊重。外界关注李正秀刷落来，敢会当顺利执行？因为行政院长杜英台下令，在立委合格资格还未确认之前，各部会未提供任何资料。我会不会担心之后职权会不会受影响？不担心，不担心，谢谢。对官员若无爱接受李正秀的质询，爱安怎化解激气的局面？南委就先上做内政委员会调委，表态讲会保障李正秀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正式提名要派医师洪秀良、立委吴宗宪甲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来参选嘉义市宜兰县甲新北市的县市首长。因为外界嘛咧关注南北合作的进度，民众党主席吴国昌就表示讲，因会用3阶段合作的方式，伫即个拜六要甲国民党来召开关键发布会。国民党胜利！手牵起来大声发动选，国民党在于完成3县市的首长参选人提名作业，正式定调将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竞选新北，立委吴宗宪参选宜兰，医师洪秀良导入嘉义市的选战。3个地方今天提名的都是本来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绝对不会伤靠势、伤骄傲，我们永远谦卑、谦卑再谦卑。按国目前3县市拢优台南北整合，民众党伫嘉义市派前立委张启凯，由创党主席郭文铁担任竞选总干事。宜兰县民众党嘛定调党部主委陈婉慧来选，民进党派宜兰县内之议会理事长林国忠。新北吴国昌甚至捌讲，若是那北合由李树川来选，伊家有可能加入伊的团队。我尊重我们党部的协调。那原则上，我想蓝白如果假设这个理念是相同的，当然一定是可以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期待这一次的选举能以市政与民生为本，进行一场理性正向的君子之争。民众党表示，会透过3阶段整合，分别是提出共同政见、签署政党合作协议，也甲促商安怎推出上强的团队。14嘛一定甲国民党召开共同愿景发布会，内容包含社会福利、居住正义、环境永续，包括 AI 产业治理。连赢伫新北市条件之下是化工新北爱换人。每一个候选人当然都有自己的节奏呀，他也有自己的策略，甚至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我跟其他候选人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我是一个最早准备好、最早提出政见，那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已经500多天了。苏卡辉讲，家己是为10年拢伫新北拍拼的参选人，嘛表示会透过完成计划，互新北每一个所在讲会出家己的特色发展，袂阁是台北的话星。记者采访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展开访问美国的行程，就有国民党的立委跳出来指控侨委会叫侨胞是唔通去参加罗秀燕办的宴会，因为侨委会是严正来否认这个讲法。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即阵也带市府团队去到美国，要来拜访一寡科技的厂商，嘛要去参加辉达的年会。台中市长罗秀燕在1号暗时要为桃园机场出发，展开11天去美国、美东政经核心的行程，预计会访问波士顿、纽约，还有大华府地区。不过，国民党立委辜富田表示，家己接到定情，讲有侨胞接到侨委会观察的信息，希望卖出席罗秀燕的宴会。就有明示暗示的状况嘛，说层级等等的，这个显然有想要影响出席意愿的意图，那就希望这中间不要有人做指手画脚，不要有人去做文章，让这些不管蓝绿的政治人物都能够得到侨民一视同仁的欢迎跟对待。吴定批评侨委会对无共政治立场存在有差别态度，佮讲足侪侨胞对侨委会做法感觉真不满。不过侨委会委员长施家清否认相关的讲法，强调绝对不会影响任何民间侨胞的自主活动。华府的主办单位昨天也看到这个新闻，打电话给我，他说没有啊，我们都没有人有听到这方面的讯息啊。这位侨胞如果真的有的话了哈，我是觉得他可以站出来清楚的来指控是我们哪一个人。如果没有的话呢，也不要随便把我们的这个侨委会给污名化了。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宣布，在1下晡要率领市府访团去美国，因为甲罗秀燕出发的日子意外抢数，互外界咧想讲，哪会请两党的台美交流嘛伫咧空中车拼。我是市长啦，我没有要选举啦哈，我是以城市交流产业为主，就没有其他的任何安排。陈其迈这摆是以美西科技重镇为主，会去拜会亚利桑那州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厂商，而且是第2摆受到邀请参加辉达 GTC 的年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透早受到辐射冷气的影响，各地拢真寒。气象所有针对新北市新德县甲苗栗县来发布低温特报。早起伫咧新德县西是干那9度尔，咱来看温度。
今仔日伫咧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地区有可能会落38雨，其他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日时啊，北部、东北部气温大约18、19度，中部、华东地区是21至24度，因为南部的高温是有可能会来到27至29度。毋过，要特别注意，受到另外一波冷气团的影响，沿岸各地拢会变搁较寒，尤其是中南部，要注意早暗的温差真大。好，台南对去年9月到今是创下75冬来这寒人雨量上少的记录。不过台水的统计，这漏水量是已经对19.55%降到11.99%，所以来，阁要继续来降低漏水率。台水公司是甲工建院合作，用科技结合 AI 来掠漏，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台南为去年9月到今拢无啥落雨，当天雨水量是75年来上少的。面对极端的气候，水资源是愈来愈珍贵。台水嘛宣布讲，甲工研院合作，透过科技结合 AI 掠漏的措施，希望会当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导入这个 AI 运用的必要性。那过去我们执行的这个降低漏水率的计划，是大概12年的计划，是从102年到113年。那我们公司大概投入了大概1003亿元来执行这个降低漏水。那漏水率从19.55%，那降到11.99%，那整体是降低了大概7.56%。台水透过科技来掠漏，初步已经有结果。台水董事长嘛表示，按算伫2032年进前会投入808亿，希望会当加漏水率降到9.77%，达到先进国家的标准。其实水公司一年投入我们管网的更新，就是降低漏水率，我们一年大概投入了80亿元。那这80亿元里面，最主要刚才讲的以工程为主。所谓的工程，就是我们把既有的这些的管线去办理汰换。台水嘛表示，较早掠漏本地拢是用听的方式来找，不过老师傅豆豆在退休啊，若要找新的员工来学习，嘛要开真侪时间。但透过科技甲 AI 的方式，就通好解决人力的困境。过去我们常常都是用人工听音的方式，但是人工听音它着重在经验。但是这个在传承上需要时间的培养。那现在我们就透过这个 AI 漏水辅助检测的技术。台水强调，解决漏水的问题，就要对时代进步。譬如讲，用大数据分析，侦测倒位有异常流量；，搁利用 AI 写海分析，找倒位有漏水的点。用科技的方式提高掠漏速度，让用水会当搁较稳定，嘛袂造成浪费。记者郭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健保署推出年癌照护品质提升方案，鼓励病院依照上新的治疗指引，提供新确诊年癌头一间个压起来，这个患者照护服务大约2万人会当受惠。再来看《中国时报》，国民党驻中央党部大楼和不动产委员会认定是不当取得财产，追讨11亿。国民党提起诉讼真济档，昨最高行政法院是判决国民党唔免纳这11亿。落尾是《自由时报》，海巡署一位前主任曾宗辉任内登记，将海巡舰艇的调度、甲雷达、监控等等的资讯转卖给中国。今麦法院是甲重判14档的刑期，褫夺公款4档，也有没收犯罪所得188万。继续来关心，美军伫咧7月对伊朗来发动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攻击，甲荷姆族海峡16只布雷船隆重毁掉。美伊的联军也继续伫咧空袭伊朗境内目标，因为伊朗是坚持会封锁石油到战争结束。不过，当也传出讲，伊朗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也有革命卫队的新指挥官，是拢已经互断死。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伫社群平台 X 发布影片，表示迄天伫荷姆兹海峡的附近摧毁16只伊朗的布雷舰艇。画面显示讲，这船只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伫海上，有的是还未出发，但拢互飞弹精准拍着消灭。之前有媒体报道，讲伊朗已经开始伫荷姆兹海峡布水雷，全部经过伊朗必须要随来清除，而且就产确保这条关系到全球2成石油天然气输送的管道是通的。Today will be yet again our most intense day of strikes inside Iran. The most fighters, the most bombers, the most strikes. The last 24 hours have seen Iran fire the lowest number of missiles they've been capable of
of firing. 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讲，7是美军接炮行动内面攻势上猛的一天，打击和情报拢比较早搁较正确，嘛批评伊朗政权犯重大错误。在冲突的初期，就冲锋去攻击西科利亚的国家，反映出因的造心和绝望。以色列嘛持续加强攻势，在伊朗摧毁导弹和无人机发射装置和恐怖分子的据点。另外，空袭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伊朗是持续对西科利亚的国家发动飞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目标是包括巴林、伊拉克、阿联和卡达的美军基地设施。荷姆兹海峡嘛有3只商船防攻击。伊朗表示讲，海上石油的封锁会持续到攻击结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拉尼贾尼是透过社群警告讲，荷姆兹海峡若是变作所有的人和平和欢迎的海峡，就是变作爱战者失败和痛苦的海峡。سردار ناینی با تاکید بر این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یران اجازه صادرات 1 لیتر نفت از منطقه را تا اطلاع ثانوی به طرف متخاصم و شرکایش نمیدهد گفت چرا به مردم آمریکا حقیقت را نمیگویید که همه 美国和以色列正向的攻势，嘛锁定伊朗高阶军事领导战和海军战略。有消息指出讲，无久之前，伊朗新任的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米疑似已经伫空袭内面死亡。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新任的指挥官达乌德·阿里扎德嘛传出伫德黑兰已经轰弹死。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中东的局势去影响到国际油价，一桶油已经起要到120块美金。市场也在烦恼讲，若是战火拖到后个月，有可能一桶油得涨到150块美金。即马国际能源总署也宣布讲，要提供4亿桶的战备用油来稳定油价。美国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70个传出革命卫队设水雷，要伫这条能源运输要道设一条死亡风线。产油量占世界第一的美国，汽油价社为1个月前每加仑2.92美金，起到3.5美金。柴油为3.66美金起到4.78美金，油价起，物价起，通膨嘛对立起，川普的施政满意度加共和党的支持率拢落落来。白宫发言人李维德70表示，这种油价大起只是暂时的现象。佮讲，美国海军已经准备伫必要的时阵，护航中东地区的油轮，通确保原油运输安全。On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of Operation Epic Fury are fully achieved, Americans will see oil and gas prices drop rapidly, potentially even lower than they were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operation. 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去年以购买罗西亚石油的理由，对印度处罚加征收关税到50%。双方今年2月达成轻确协议，美方降低关税到18%，讲话印度答应无要买罗西亚石油。较无1个月时间，就因为中东战争石油正严，川普就予印度30天豁免，一旦重新购买罗西亚石油。美国财长贝辛德表示，无排除进一步解除更较侪对罗西亚石油供应的制裁。欧盟内部较亲罗西亚的匈牙利总理奥班伊切告嘛讲，已经写批予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要求重新审议并暂停对罗西亚石油的制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日本3.11大地震满15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出席福岛县主办的纪念仪式。讲到受灾地区是长烈复原，也宣布所落来要设立防灾厅，让日本成做防灾国家。因为日台交流协会将要举办纪念活动来追思罹难者。表情严肃，献上白色的菊花表哀悼。日本3.11大地震满15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福岛县的纪念仪式，悼念伫地震受难的15901人。高市讲，受灾地区当然稳定复兴，伊讲要设防灾厅，让日本做防灾国家。東日本大震災における経験を生かし、今後切迫する大規模資源災害に対し、徹底した事前防災の推進や発災時から復旧復興までの一貫した災害対応の司令塔となる。高市强调讲，政府持续推动福岛第一核电厂安全第一，积极完成2051年进前完成废炉的目标，协助希望回乡的民众重建家园。照官方的统计，日本有26281人夭折伫避難的状態。廃炉に向けた取り組みは一歩一歩確実に前進をしています。不過最近日本國內要求核電停放的意見漸漸增加，
目前会当运转的33座反应炉，已经有15座恢复运作。同时阵，日本红十字会上新的调查显示，1200个受访者，62.5%人讲参与地动影响因的人生，35%的人讲记忆强要袂记啊。日台交流协会和在台日本人举办纪念活动，搁一摆感謝當年對日本提供援助的台灣。日本と台湾との間に育まれた心と心の絆を今後もさらに深めていきたいと願っております。總統賴清德嘛特別選擇當年日本事發的時間下晡2:46分，用日文發文表示講。台灣、日本攏會佇對方拄着挑戰的時陣，伸手鬥相共，互信互助。希望未來會繼續深化雙邊的合作，繼續做重要的友伴。記者綜合報道。或者日本3.1大地震已經過15天啊，到今也是互真濟人想到着驚。昨佇咧日本的東京嘛有舉辦演習，希望互大家會當提懸防災意識。更加厲害，互大家一直休，就算甲骨掠条条嘛徛袂在。民眾伫地動的體驗車頂懸感受震度6以上的感覺，攏講足驚的。思ったより揺れが大きくてびっくりしました。在3.1大地震15周年这一天，日本东京都举辦了这一場演習，讓民眾記起教訓，隨時做好防災準備。除了地動的體驗車，閣有教 CPR 和 AED 的使用。黃色的布棚是模擬火災發生的時陣煙蓬蓬的狀況。另外，上引人注意的是這台結合 VR 影像和下海的椅仔的地動體驗車。VR だったり最新の技術使ってると思うので、実際のこうに近いことを経験できるので、すごいいい経験ではあるかなと。なかなか大きな地震って自ら体験する機会ってほぼない。人生で本当に1回か2回あるかないか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ちらの VR 乗っていただきますと、それを疑似体験できるという。這場在複合式上半大樓的防災演練，請差不多1400個員工和4個地下居民來參加，並且是培養防災意識。尤其首都圈的人口是超過3600萬，地底下所有真濟危機。この30年間 70% の確率で首都直下地震が起こ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の場合はさらに大きな被害が予測され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大きな被害でも実際皆様がきちっと動ける、そういった状況をこの訓練で作っていきたいなと。祖父母の家が宮城県だったので、津波で全て流されてしまって、なかなか連絡が取れなくって不安な日々を過ごしたのが今でもよく覚えています。自分の防災意識っていうのを振り返る機会になるかなと思うので、すごくできてよかったと思う。根據日本政府的試算，若是發生首都地下型的地動，恐計造成18000人罹難，閣有高達840萬人，可能變作無法度返去厝的歸體難民。面對大都會防災的難題，這棟大樓閣設置備用電力、水源和儲備物資，讓民眾至少會當避難3天。對各項嚴格訓練和居民關渡參與，會當看出3.1慘痛的教訓，已經變作日本人強化防災的動力。公司國際記者是駐日本東京報道。伊咧烏克蘭的敖德薩地區是佔真重要的戰略地位。俄戰爭這4天來是一直受到攻擊，造成真濟人傷亡。那搜救隊這搜救犬的打頭嘛是真重，都有當地出身的咧訓練狗的專家是拍拼來投入訓練搜救犬，咱做回來看賣。爆炸聲，閣加大火燒建築材料的聲，還有消防甲救援人員嬉戲叫的聲，互空襲了後的現場閣較亂。這是烏克蘭西南部瓦近烏海的港口城市敖德薩，佇羅西亞完全將口馬入破了後，敖德薩就變作烏克蘭唯一重要的出海口，也甲對外貿易的海運中心，當然也是烏克蘭存落來的海軍基地。所以2022年俄烏戰爭發生以來，敖德薩就拄到真濟解空襲，除了消防隊員無用拍火，若要佇脆糊糊的建物內底找找罹難者遺體，也是可能的生還者，這攏愛靠搜救犬協助救援人員。在地兩個訓犬師維塔利亞甲哈里娜趁這個機會發揮專長，訓練救援隊需要的搜救犬。С нуля, когда приходит там собака 3, 4, 5 лет, она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все эти годы лежала на диване, а мы хотим сделать ее сразу поисковой собакой, это очень сложно. 第2人負責的訓練場內，目前有18隻來源無共的狗仔，其中部分已經有參加過搜救任務。
оно, в принципе, всегда тяжко, но вот неизгладимы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стали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огда, по-моему, 6 тел тогда нашли. Вот, очень это было больно. 每一届搜救任务现场，拢亲像安尼充满紧张甲不安的气氛，更加爆炸甲烧起来插片的味，对人甲狗仔拢是不只大的身心负担。Они очень устают. Видно, вот даже когда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на завал, вот поработают немножко, они устают. У них тоже, они чувствуют этот адреналин, чувствуют напряжени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оно все витает в воздухе. 除了空袭现场的搜救以外，边境守备部队等军警单位，也是一般民众，拢需要训练过狗仔来协助维护安全，互这个小小的训练场地无用试试。公司新闻请甲任编译。搁一个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目前塔巴哈米尼接任做伊朗最高领袖，到今拢毋捌出面过。传出讲是伫咧空袭当中碰碰一个骨折，面貌着伤，才会无出面过。西班牙反对美国甲以色列攻击伊朗，除了禁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船只甲飞行机进入因的港口领空以外，咱也公告要永久撤回驻以色列的大使。中东战火引起国际油价大起，也包含澳洲航空、印度航空甲国泰航空等等，拢已经调关票价，或者是准备要来起价，反映成本的压力。镜头转来看国内，高雄的兴达电厂5台巨型天然气的机组，原底今年甲2027年要来除役，不过因为半导体等等个科技产业的供电需求，即马台电是提出兴达电厂2期更新的改建计划，除了要起2台新的机组，也打算要互旧的机组继续放到2037年。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就引起民众的反弹。说明会开甲一半居民夜摆抗议，台电提出高雄兴达电厂2期更新改建计划，除了兴建2台新燃气和循环机组，嘛按算延役现有5台旧燃气机组到2037年。这在伫永安区召开宽屏前公开会议，强调计划是因应高科技产业供电。半导体、AI， 还有市政府伫咧推动这个算力中心吼，足侪用电的需求拢伫咧成长。啊，台电呢？就是要确保这个高雄地区的稳定供电。镜头液化天然气的时阵，内底拢有含硫啦，看因的设备也无脱硫，设备啊，所有污染是足严重的。有一个你种讲，像那个鸡蛋救助肺癌哦，占80%、90%以上啊，所以阮会惊啊。永安居民规定反对，乌拉头当地民家厝因为1期工程时间厝毁损甲单未解决，居民烦恼安全问题，嘛烦恼2期计划空气污染变更加严重，机组排放温水共款影响近海生态甲稀释。一直建，一直设立，请问你们新的机组是不是有更有效的一个排温水的一个处理机制？台电2019年捌伫宽屏的时阵承诺旧燃气机组，今年甲2027年会陆续除役。即摆申请延役，政府是承诺跳票。款团认为台电应该说明延役的必要性，也甲公开空气污染的资讯，市政府要严格管控。新的书件其实我们就看不到这样子的模拟，那它可能会涉及到3个时期。不同时期新建的这些燃气机组，那它对于当地的环境或是高雄的空污、碳排有什么影响？这些资讯台电是没有提供的。电要增加，的必要性，甲规个区域的电网平衡到底状况是安怎？你台电要说明我清楚。陈其迈讲，希望环境部宽屏审查时阵，要求台电爱就相关的争议提出解放。当地居民呼吁台电回应居民的诉求，若无摆出扩大抗议，对这代志台电回应会持续沟通，搁听各方的意见。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最近网络上流传一支用 AI 做影片，讲老大人摕这电脑卡去坐火车、坐高铁有12项犹太，不过上铁是拢已经发表声明来强调，这全部拢是假，大家是唔通相信，也唔通继续来分享。为了回馈全台长辈，并配合交通部最新的观光补贴政策所推出的真实红利。这段网络影片伫内底有讲到，做伙人只要摕电脑卡坐台铁，就会有专属绿色乐龄感应门等等的优惠措施。坐高铁嘛有5台电动车接送几若项福利，有人想讲是真的。我认为它是真的。看这种影片呢，它不是叫你去付钱，不是叫你去点什么
连结，所以无所谓啊。政府已经很优惠，一些有敬老票了，应该不会再有更便宜的一些东西吧。最近社群平台有真侪假影片。除了进前引起争论的 AI 虚拟人物陈志明医生，即马还有交通的假消息。台铁发声明表示讲，目前实施的敬老优惠是照老人福利法，只要满65岁的国民，还是提永久居留证有注记，会当坐大众交通运输享受优惠的人，拢会当买敬老票，享受50%的优待。网络所讲绿色通道这服务，拢是假的。台湾高铁嘛讲，影片讲有敬老保留位免费升等这寡内容，拢是假消息。因为他是对两铁在说那个伪讯息嘛，制造伪讯息嘛哈，我们还是会请铁路警察局协助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抓到来源呐、专家提出讲，科技进步 ，AI 生成影片嘛会愈来愈多，创作者唔但是拼点活率赚广告费，嘛可能牵涉诈骗、扰乱社会秩序这寡认知作战，要来扰乱社会国家。目前来讲越来越困难，因为 AI 的技术越来越进步，散布一些假讯息，例如说他可能就会发现，都是这个台湾的某一些年龄的族群的人，他可能就会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假新闻，或者是做一些认知作战的一些工作。专家呼吁民众讲，千万唔通凊彩转传假消息，嘛爱利用主流媒体新闻报道来查证。另外，高铁、台铁嘛强调讲，所有上新的优惠措施甲服务资讯，拢以官方网站的广告为准。若有问题，嘛会当找车头的服务人员查询。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妈祖庙万春宫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最近有人伫咧网络普文，讲要找拍戏的临时演员，或者庙方是一直接电话接到手软。庙方是强调，目前无这款的活动，怀疑是诈骗。现场为签筒内抽一支签，各点一支香。伫台中市中区万春宫是旧城区的信仰中心。即阵啊，社群媒体出现一篇消息，有剧组要伫万春宫拍历史短剧，征求临时人员，下骹阁有附 Google 表单，要求写姓名、职业甲 LINE ID。因为现在诈骗真的太多了，觉得事事要去自己要去求证，而且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那这样子很不好啊，这样子不是啊。因为妈祖他们就是由院方发出来的讯息，这样是正确的啊，所以那是诈骗集团。有308年历史的万春宫，因为即阵有收到不少人敲电话来问，10亿出来背会，讲唔捌有要翕戏剧的计划，无排都是农历3月妈祖要建活动要到啊，诈骗集团的手法。我们宫庙没有对外有任何的拍摄行动，还是有任何公司跟我们接洽，妈祖是接受大家的信仰，可是不接受你们用诈骗的手段，用宗教来欺骗大众。其他经纪公司表示，这个消息找人薪水甲一般行情差真多，建议民众会当透过正常管道得到应急消息。首先，它的价格就太高了，然后时数短，就找比较正派跟正统的经纪公司去做报名的动作。本分局目前尚未接获被害人报案。讯息经查，目前已经下架。台中警方目前无接到被害人报案，呼吁民众唔通伫网络顶随便点不明的连结，也是提供个人资料给别人，以免去互诈骗集团怪气变作人头小号。有任何疑问，拢爱确实查证。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最近有中国的艺人是学社群平台顶悬的影片，用喙甘酒精，再搁去喷这蜡烛的火，结果火煞是因过来烧到伊家己，造成烧烫伤。那消防署就提醒大家是千万唔通乌白学、乌白生火。手提鸡卵糕甲挂加开，喙笑目笑的伊，甲酒甘伫咧喙里，煞咧就对蜡烛甲喷落，我打只声害咯。这规拍火就烧转来伊的面，为伊的下海还佫阿妈棍甲烧落，伊就是中国的女明星王天武。进前庆祝生日的时阵，翕短影片，咧模仿社群流传的喷火效果，煞因为安尼去烧着伤。现在小孩子都会模仿，吸引力会很强啦，会吸引他对模仿。这种没有经过训练就私自这样子玩，搞不好会伤及到别人，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虽然这代志发生伫中国，毋过伫网络顶会使看到袂少国内外民众拢咧学讲家己安怎去舞这款喷火效果。只是这做款代志遮尔危险，到表演火舞的人提醒，就连因咧表演进前，至少拢爱经过3个月的专业训练。你所有会用到的技巧，它怎么连通？然后呢，燃料特性跟你实际上遇到火焰呢，你的智商降低的时候，你立刻反应要正确。然后还有后面所有配套措施都需要有。在公众使用的建筑物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的一个场所进行明火的表演活动的话，就必须要去做一个申请。对，就是室内的部分。按咱台湾的消防规定，若伫咧公共场所要做甲火相关的表演，拢爱先经过允准。有相关会当罚15万。若这喷火失控，受伤的毋若是家己尔，嘛有可能造成火灾，牵涉到公共危险等等的刑事责任。消防局伫11就紧急呼吁，希望大家毋好乌白耍火，就惊讲有人明记知影迄是火坑，煞戆戆要甲跳落。记者综合报道。对过年到旧历3月，拢是北港朝天宫的一个大月，不过附近的停车位是拢真歹找，就有人讲这停车免钱来招募人客，等到人甲车停好势了后，再个要求因着爱买一份200-300块金纸，而且抑有占用这道路的问题。北港分局就表示讲，会来加强管制，抓违规停车甲招募人客的行为。开车来到北港朝天宫附近，会当看到4个位啊，拢有拜拜停车免费的看板。不过民众反映，虽然讲是免费停车，不过车停好了后，店头家需要求爱买一份200-300的金纸，感觉无啥好。停车是爱买金纸啊？嘿，停车无收费。停车无收费？金纸偌济？金纸偌济？200安尼呀？无一定啦，迄位嘛无买啦。有诶嘛无买呀？不是很好啊，对，因为有种强迫的感觉的。北港分局表示，统计今年2月期间，北港朝天宫附近道路违规停车开单有101件，违规叫人客16件，甲去年同时间比起来，违规停车增加70件，违规叫客增加8件。后续会加强处理违规停车甲叫客。在此呼吁周边的商家勿占用道路揽客，影响交通。违反者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1条之1条规定，在车站交通盘查处所违规揽客并妨害交通者可处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北港分局强调，接落来因为农历3月是进香的大月，北港地区的人潮甲车辆会一直增加。即马开始到5月16日，会规划清道专案来加强北港朝天宫4个位的交通秩序，重点处理违规停车甲违规叫人客的情形，呼吁民众多多使用北港镇公所规划的公有停车场，维护交通的顺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民众伫咧网络打文，讲伊去红坤市买这胡椒鸡汤，发现去食到卫生纸，惊一个强要冰爆。台南市卫生局也有去到当事店家来稽查。另外，伫咧高雄嘛有民众买便当时去食到胶纸，这卫生局嘛有去稽查，虽然是无发现胶纸，也毋过业者有承认这件代志，卫生局嘛要依法来处罚。用汤匙甲鸡汤内底料卡起来，看起来哪像是白菜物件，食入去嘴才知原来是卫生纸。台南有民众去黄昏时的大头买鸡汤，食到一半才发现内底有卫生纸，向店家反映嘛无得到满意的答复。民众的答问伫网络随引起讨论。民众认为，这么大张的卫生纸，落入去鸡汤内底拢无人发现，确实有淡薄含。是蛮夸张，而且也蛮大片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回家之后才打开，所以到底是不是店家放了，会有一些就是过程就不太清楚，因为店也说没有监视器嘛。台南市卫生局11下晡也来到大头稽查，结果拢有符合规定，干那粪扫桶无冚挂爱改善。当事店家强调，家己正注重食食的卫生，绝对不可能有卫生纸落入去鸡汤内底，佮卖互人客。我的东西1点半煮到晚上6点半，我想问大家有知识的，这种卫生纸会不溶解在水中吗？不可能吧。第二点是，我是厂商，我有可能把卫生纸直接丢进我的碗里面卖给消费者吗？因为无法度证实卫生纸是对当归大家，店家甲民众各求讲法，不而个店家路尾也退钱给当事者，毋望代志就安尼收煞。另外，高雄这边也有民众去包便当转来，接吻2喙就看到老爸内底有一只胶纸。高雄市卫生局前往稽查，虽然无发现胶纸，不过店家承认有这件代志，卫生局会依法裁处。
冷冻库无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覆盖及离地放置，未设置清洁用品专区，未设置员工专区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食品的安全卫生未当退让，业者若是无改善，按照食安法会当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雄综合报道。台南小人乡的夜工灯了紧真热烈，想袂到伫咧初7暗时行到一半，这电火线全部拢花去。工作人员检查落去，发现讲竟然是有8个所在电线拢互人挑工甲剪断，嘛造成所有内要参拜行程是全部取消。虽然庙方是无拍算要来追究，也毋过这款的行为伫咧地方是已经引起讨论。对无人机画面看落去，原本应该是光4时正下北的夜光灯，煞熊熊暗蒙蒙。经过了解，当时夜光灯队伍伫7号回程的时进行到一半，有家长向工作人员反映部分路段的电火未倒，工作人员紧急停落来检查，发现电线拉断去，造成规段夜光灯灯光系统参广播设备失去电力。当然知影夜光一定要直接顾着囡仔的安全吼。阮直接阮就拖登消防员机吼，经过公庙应该有3、4间袂当走，阮嘛接到信息，阮嘛当下就先去甲国庙宇来甲因做一个保检。这件代志发生伫初7暗时8点20分，工作人员初步检查了后，先甲电源接断去，但是无偌久又搁陆续接到汇报，发现沿路竟然有8搭电线互人剪断去。进一步随才发现电线断去的所在，大部分拢伫房仔中央，并不是伫车仔较会地着的所在，而且这切口拢串串，看起来真明显是有人挑工故意剪的。好像又断了，我们要在接的过程中又回报了，第3处又断了，然后又接着又有第4处又断了，第5处又断了。我觉得不对啊，这怎么会突然一直断下去？它应该是具有一些专业背景，因为白色线是 N 象限，它比较不会有电，所以它当你剪掉这一条白色线的时候，它第一个它也比较安全。你咁好啊？你顶摆啊！因为电力系统受损，夜光灯灯光甲广播设备无法度运作，原本按算要顺转的路线，有寡庙宇的行程嘛无法度去。其实伫发生代志的前一天，就捌有人向工作人员放声，到是要互夜光灯电火倒袂起来，哪像是早就计划好势。目前庙方有保存所有相片甲记录，不过为着维持地方和谐，拍算无要追究。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基文康榜带大家来看基建学者洪伟仁，虽然已经退休，今麦80岁也是坚持世界去做电影调查、收集资料。伊伫咧去年又推出新册，叫做《台湾西部方言地图集》，伫咧基建学也有地理学拢有真重要的贡献。洪伟仁也甲学生囡仔来分享讲，透过这个基建分布地图，会当来了解伫台湾这个土地基建互相影响甲竞争。咱台湾一批仔囝尔，就变到20-30种的这个所以语种吼。今年80岁的语言学者洪伟仁老师，有关将有热情甲学生分享语言学的知识。洪伟仁是国内罕见精通语言地理学的学者，透过语言分布的地图分析台湾语言的移民史甲发展。在伊受到台师大的邀请，透过演讲，让学生了解不同语种的竞争甲变迁。因有因的历史，咱有咱历史。足侪人都干来讲台语毋是闽南语，台语安怎当咱甲伊无共款，无共款，你对伊也毋知影。我即马出这2本册，伊就靠海经济，知讲咱是安怎变的，咱安怎才甲伊无共款。演讲现场坐甲满满，有地理系研究生分享讲，家己是自从做台湾地名研究以后，才发现其实真侪地名拢甲台湾语言有关系，嘛因为安尼引起伊对语言的兴趣。一个地名伊用的音是转音还是重音，就会让互咱看出来，迄住伫这个所在的人到底是为倒位来，到底是倒位的人。研究台湾，因为真早。阮咧地理迄都注意到这族群啦，吼。洪老师其实是有来阮遮演讲2-3遍啦。阮的学生自然还是讲老师，自然就会知影讲哦，这个学者吼，伊会当提供阮地理系一寡迄个启发嘛，吼。
安慧仁在去年出新册《台湾西部方言地图集》，嘛坚持亲身去田野调查收集资料。伊嘛呼吁政府应当和国家语言发展法有强制力，嘛要创造大众会当安心讲台语的环境，安尼较有可能会当促进台语的发展。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伫咧社会国家塞内加尔首都，也有保留大约100间的遗址建筑，当地人讲号做起坡厝，这一栋上近48点钟内地当起好势，用来因应1950年代在战后人口快速增加要大需求。不过因为这起坡厝是正细间，无适合真侪人搬做伙，所以有可能伫咧100档以内就会消失。一粒一粒圆形的厝顶，伫咧大楼之间看到是真特别。因为圆圆嘛，号做是气球厝。建筑专家并杂志手机册内底的旧相片，讲气球厝用过某一段时间真时行。二战了后的塞内加尔，也是法国的殖民地，迄当阵会当大的厝真少，城市真着急，想要找出解决的方法，所以内夫提出伊的想法，只要用更紧按摩头，佮加上一粒真大粒会当灌空气的气球，就会当伫咧短时间内起造一间厝。Effectivement,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c'était très intéressant, c'était pas cher et ça permettait d'offrir un logement rapide aux gens. Il faut savoir que ces ballons, en 48 heures, ils étaient réalisés. 每一间气球厝直径差不多6公尺，建造房间、客厅甲药间仔。市民当局迄当阵就是讲，安尼的安排就会当满足民众的需求。不过，并无考虑到当地是真侪代大做伙，真紧遮的民众都伫气球厝边仔开始延伸起出去。D'ailleurs, peut-être dans quelques années, peut-être ça va même disparaître parce que tout le monde est en train de transformer le ballon. 为空中看落，圆形的厝顶，敢若剩100多间伫咧脚卡留下上尾的印记。像那这种类型的厝，英国嘛捌出现伫咧台湾。长度形的外观，就亲像为科幻电影内底飞出来的飞碟。这间伫咧新北万里翡翠湾1980年代起造的厝，灵感是芬兰战后建筑师的创意。不过，即马这热度已经退去，为英国上百间的厝到达敢若剩5间。想过理想化主体的实验，罗马手也是无法度经过现实的考验。公司新闻温本仪编译。日本东京即马当咧举办食品展，今年有80个国家来参加。咱台湾嘛有设一个台湾馆，展示做无共县市的好料理，也有农特产，甚至也有伫现场煮食，吸引真侪国家的人做伙来批判。どうぞ！外贸协会农业部甲10外柜县市首长代表做伙伫日本出现，为世界3大食品展之一的东京国际食品展台湾馆徛台。当业者拍拼推销农特产，有当店乌龙茶、萝卜饭、贡丸等等的台湾好料起价，吸引大店日本甲海外厂商。上个礼拜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日本的棒球周，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组织了台湾的 Team Taiwan 国家食品队前进东京国际食品展。今年台湾馆总共集结194家厂商，还有摊位，规模是历届最大。那么还特别设置了这样的 live 料理秀，要让日本的业者现场品尝台湾的好味道。日本的投资教大家安怎用台湾的花卡炒饭，改料理做创意的正饭丸。这2年日本是真欠米，台湾米也趁机会抢市场。去年销到日本的台湾米大概是12548吨，比往年大概增加了将近2倍到3倍左右。不过台湾去年爆发非洲地震，互猪肉加工食品的业者真烦恼，讲影响商品出口到日本，加菜是无造成上大的冲击。非洲猪瘟这件事，它影响到的范围会比较广，也还好说台湾政府有做好蛮不错的措施，外销的部分没有说大到很多。东京食品展上面，我们可以接触到日本当地的买主以及各级的各百货公司精致的通路以外，也可以吸引到就是全世界的目光。透过现场的介绍甲试食，增加台日厂商的合作機會。尤其最近幾年，台灣料理伫日本真時行，真濟業者特別來找靈感。今すごく台湾というキーワードが多くて、今回このルーローのを使って私どものラーメンのメニューにですね載せて、販売をしようと。台湾料理の勉強になることがいっぱい発見できて、とても有意義な一日でした。敢若看台湾馆的四周围，就知影有偌清。时间的展期继续宣传台湾的好米，希望会当扩大出口的商机。公司国际记者徐旭浩，日本东京报道。
伫新闻的最后，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3度至19度，中部地区13度至23度，南部地区12度至29度。 东部地区15度至23度，还有外岛地区12度至19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